来，这敢算是公然来干涉的。台南市无党籍的议员杜素琴，伫个议会来质询到警察局长周友伟，议员是公开来要求到局长，拄到骑机车无戴安全帽的乡亲，看到就好，莫开单。讲因为有袂少的婆婆妈妈去甲头毛洗到甲真水，一戴这个安全帽就害溜溜咯。这段话是互局长听甲拢硬气。外界嘛质疑，这是伫个议会殿堂公开来灌水。啊，议员是来回应讲，毋是灌水，只是要提出来讨论。有诶嘛是搁紧啊，就讲哎，免麻烦，啊，就一块啊徛嘴，啊，就搁对啊。所以我们就尽量去辅导，吼，卖讲罚款开了。收很多。这名徛的，这个是台南市无党籍议员杜素琴，对面这个是警察局长周友伟。你无听唔对，无戴安全帽啊！议员拜托警方莫开单，因若无这太太头毛无采光你适当。尤其一粒头吹水电头门店要转来，搁紧啊，安全帽搁除了，搁摸去啊，吼。这段质询内容，外界认为是公然灌水，因我地方上意见无共款。拢卖去啊，拢无采光咧洗头啊，安全哦。可能袂啦，爱死就好啊！伊规定安尼，咱就是爱照安尼，啊无嘛是爱罚啊。我只是在那边探讨，我没有关说。有违法的行为，警方就是要依法开单。议员这个发言，可能是希望保护民众方便，也毋过就是无合法。